天人之苦这些的。第三，善取之天人的痛苦。本来天人活着的时候快乐、幸福、受用圆满，但是唯一散乱度日所以无有修持正法的意念。寿命虽长，但寿劫。寿命呢，就是长到就是寿前，就是很多无数的大阿僧祇劫，就是这个意思。但在他们的感觉之中是刹那显现，圣见体示，散乱迷茫中寿命已经接近死亡。虽然那么长的时间，但也是太幸福了，没有任何的烦恼，所以就根本就是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感受到，已经是活到那么长的时间都是幸福的，所以现在要走了也是心满意足，那种想法是不存在的。到了最后的时候才是马上要离开这种天界，有这种就是不想离开或者是不想死亡的那种痛苦。所以呢，就是长达在天人的7天的时间。天人的7天的时间，对于我们在实践我们人类的时间来比较的话，就没有办法计算的，也是非常长的时间。从4大天王到他化自在天，无论身在哪里，都要感受死亡的痛苦。以前每个天人身体的光可以照使一游学或一文具，此时身体的光也而当天人什么临近死亡时，身体的光什么则消失。以前如何坐在宝地上也没有不欢喜，此时不愿意坐上宝座，甚感不适，所以很不欢喜。以前天人的花满经久不枯萎，此时全部已凋谢。以前天衣如何污染，也沾不上污染，此时旧衣也已染上污染。以前天人身上不会流汗，只是身上出现汗水。这5种实相现前时，天人自己也知道将要死亡，内心十分痛苦。天子天女们也知道他们将要死亡，所以不到他们的身边，只是从远处散花祝愿，愿你死后转生于人间，行持善业，再生天界。所以天人的神通会看得到。那么如果是能够投胎到人间的话，能够可以再行持善业再生天界。那么他们可能也知道，就是在过去呢，在什么道里面，就是能够得到行持善业的机会。再生天界，如此祝愿后就会都离开了，只留下自己孤孤单单、凄凄惨惨。而且以天元观察后，了知后世将转生何处，看到转生之处的痛苦，死亡的痛苦还未去除，又加上堕落的痛苦，使痛苦增长了2、3倍，大声哀嚎。这种情形要停留7天，
所以在那个没有离开偏界前的7天的时间，那么第一个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离开天界不想死害怕死亡。第二个痛苦呢，因为天眼可以看得到他从天上投胎到哪里，然后就是看到投胎到地狱中或者是恶鬼出生那样的时候，那就心里就是更加的痛苦，所以就是他的痛苦呢就又增加了很多倍33天的7天是人间的700年，所以就是在33乘田的7天是我们人间的700年，那700年不是一个人的寿命的时间，对吧？所以700年的话，就是可能是一代去连的话，那可能是至少就是有多少人7代吧，人的话。700年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可以有多少代的人啊？至少有7代吧。至少有7代吧。如果100年1代的话。至少有7代的话，7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活到100岁，那你算的也很不错。那你自己也是会活到100岁吗？所以也不可能的事情，7个人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很多的历史是300年的历史就已经是7代个人，或者是8代个人都有这种。所以就尤其是一个朝代来说的话，那就300年的话，很多个朝代。300年的话，3个国王那就很不得了，那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700年是很长的时间。忆念往日的快乐幸福，而如今无有自主继续驻留，感受即将死亡的痛苦，看到后世身处的悲惨，感受堕落之苦，遭受这2种痛苦的折磨，内心忧伤凄苦，已超过了地狱的痛苦。上面的天界、色界、无色界，虽然无有现行的死亡痛苦，但一夜穷尽后，将如梦醒般堕入下去，非常痛苦。如护主龙树菩萨说：半田离贪或安乐，后成无间烧火心，不断感受痛苦业。如是六道众生，无论生于何处，都离不开痛苦的本性，超不出痛苦的范围，只能被痛苦萦绕，如火坑，如罗刹洲，如海浪，如刀锋，如不尽时，无有丝毫安乐的机会。念珠经云：地狱有情受欲火，恶鬼感受饥饿苦，旁生感受护食苦，人间感受短命苦，飞天感受争斗苦，天境感受放逸苦，轮回犹如针之间，何时亦无有安乐？弥勒菩萨说：五趣之中无安乐，不净时中无妙相。五经莲花生大师也说：轮回犹如针之间，佛说永无安乐时，稍许安乐亦变苦。因此我们应当观想此轮回之处。上至三有之地，非悲想天以下，下至无间地狱以上，无论生于何处，都无有少许安乐的机会，都无有丝毫实意。所以我们应当彻底断除对轮回的贪执心。应当像有
胆病的人见到与什么油腻食物一样，不生需求之心，所以不应只是表面上听闻了解轮回的种种痛苦，而应从内心深处体会这些痛苦，并对此升起定解而修持。如果能这样升起定解，则不需要精进提防恶业，欢喜善法，自然而然会行善断恶。这个很重要吧？对不对啊？对。所以我们做不到的部分呢，就是平常对这些轮回、六道轮回的严厉性，或者处理性。所谓处理性跟严厉性是一样的道理，不同名同怎么说呢？那个内容严厉性是什么意思？也是想要怎么说呢？严厉这个六道轮回。处理性也是什么？那么就是想要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要离开六道轮回呢？就是前面已经龙钦巴尊者、莲花生大师他们都有讲的。轮回的就是在顶尖跟下贱，整个的从天道以下跟地狱以上的所有的地方，都是没有一个永恒的安乐之处，都是在无常之处，而且是所有一切的稍许的安乐跟稍许的幸福也是会变的，会变化的，都是无常。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在相当的就是在心安定下来，能够可以在一切都是为生活跟为现实的这个实践法，然后就不去管这种怎么说呢，那个下意识或者是在整个的这个要脱离轮回的这个方面，这是不对的，必须得要去管什么呢？我们要管，必须得要知道轮回是一个苦海，但这个苦海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整个的就像大海一样，大海的水本身就是有盐的成分的，就是在大海的边上的水，你沾一点点边上的水也是盐巴的味道，那么再从大海的中间去拿一点水，也是盐水的味道。那么去深海里面去，在大海的任何一个地方，它的水都是盐巴的成分，就是在有盐的味道。那么这个是离不开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的整个的任何一处都是有痛苦的存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众生的地方就有痛苦的存在。众生本身呢，就是因无明而产生了众生的轮回，所以没有去除无明的情况下，众生的痛苦是不间断的，长期都是会存在。所以呢，就是痛苦的大与小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自己生苦役所造的业力的不同，所以就痛苦的大与小不一样的。所以呢，有些呢就特别严重，那就是他就要一段时间就变成地狱的众生，特别严重的造业然后就是一段的时间变成地狱的众生、恶鬼的众生、畜生的众生，或者人类的众生、天道、阿修罗道。那么这样就是有不断的在循环。那么你在做天道的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寿命就是非常长的时间里面，就相当也是非常的幸福，但也是真正的幸福也是感受不到的。到了最后这个那个时候是很幸福，但现在什么都没有用。就像我们很多的人都是说人永远长不大的话，那是最好，有这种想法，也是人类里面来也是会有像这种的人。他为什么这样想？他小孩的时候就没有大人的一样的烦恼，那个时候呢，他就长大了以后就有那么多的烦恼的时候，他就觉得小孩的时候就比较幸福，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当下有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啊？你在做
那个年纪小的时候，就是你是小朋友的时候，你真正的感受到哦，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所以我现在非常满意我的这个怎么说呢，小孩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时代，有没有感受到？就没有，并没有。但是过了你这些实践，有不同的其他的压力感，这种痛苦的感受的时候，你才知道啊，过去是比较幸福，但现在不幸福，有这种想法。同样的道理啊，就是天人就是在他整个的这一生当中的幸福，都是到最后7天的时候，他才感觉到啊，过去是很幸福，啊，他的怎么说呢，宝座也好，他的画面也好，他的衣服也好，他身体上的这种流汗不会那个不流汗与流汗之间的区别也好，花多呢就是不干苦，或者是这种各个方面区别都是那个时候才知道的时候，他原有的这些一切的幸福，那个时候才感受啊，那个时候就很幸福，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人也一样，就是年轻的时候的很多的功德，很多的优势，都是年老的时候才知道。年老的时候就想，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现在没有用啊，现在没有用，都是会这样，就对自己好像就是过意不去自己一样的，每天到晚都是叹气，然后就很多很多的不满意的那种想法跟不满人生的很多的话讲出来。但是没有接触佛法的情况下，你再后悔也没有用，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接触了佛法以后呢，那么你就已经有了方向，非常殊胜的方向，非常圆满的方向。所以呢，就要精进努力的修持，才是最重要的。自本作为着康中